各位股友，大家好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快手嘅短線走勢、技術分析與窩輪市場機會。快手急跌再探支持，反彈前奏還是空軍再襲，產品部署這樣做更有勝算。快手01024上日16日再度受壓，單日重挫近 5%， 收報 48.7 元，跌穿多條短期移動平均線，技術走勢明顯轉弱。MACD 與保力加通道同步釋出賣出信號 ，RSI 跌至42，市場情緒偏向保守，多項技術指標也傾向偏淡，尤其在威廉指標與牛熊力量上皆呈現看空信號，反映沽壓持續未散。短線而言，快手面臨不少考驗，市場正關注是否將下試下方重要支持區。目前快手的首個支持位為 44.5 元，若再度失守，則可能延伸至 38.9 元的更低位。反之，上方阻力處於 55.4 元，而更高目標則看向 62.6 元。但在目前弱勢環境下，突破阻力需更多明確催化劑，暫時看似未見利好。成交額方面雖錄得25億元，但並未見明顯承接力，代表市場多以觀望或短線操作為主。整體波幅達 9.4%， 意味着輪證市場將持續存在不少短線機會。從近期產品回顧可見，資金已開始部署偏淡策略，例如摩通認沽證14088，兩日內升幅 6%， 而摩通紅證64487更錄得高達 18% 升幅，即使正股調整幅度不算太深，輪證的回報依然具備放大效果，顯示當市況配合時，產品部署能迅速捕捉機會。若你認為快手仍有下跌空間，可考慮部署紅證或認沽證。紅證方面，摩通紅證64487收回價設於57元，日價最低，實際槓桿亦具吸引力。瑞銀牛證64277則收回價設於43元，槓桿更高，適合進取型投資者。認沽證選擇方面，摩通14088與瑞銀14017均以 53.33 元為行使價，提供 2.6 倍槓桿。摩通更兼具低引伸波幅與日價，在波幅環境下更為吸引。不過，若你認為快手在急跌後有機會作技術性反彈，則可考慮部署認購證或牛證策略。認購證方面，信證29709與摩利23304皆為貼價產品，行使價分別為 49.95 元及 49.99 元，槓桿接近4倍，當中信證提供的引伸波幅相對較低，適合短炒反彈部署。牛證方面，摩通64957與瑞銀64277收回價分別為 43.5 元與43元，均處於短期支持附近。一旦快手守穩並出現反彈，這類產品或能迅速受惠。你認為快手這次大跌是另一波空軍出手的開始，還是長線資金正趁機吸納，為下一波反彈作準備？你會選擇逢低加倉，還是伺機搏空？在如此大波幅的環境下，輪證與牛熊證如何幫你放大優勢？不妨留言談談你的部署方向，分享你的策略與觀察。想繼續掌握快手及其他科技股的輪證部署機會，記得關注港股窩輪 Jenny 賬號，每日帶你貼士分析，第一時間掌握產品變化與市場動向。